根据统计，有郁卒病的人在行底路的比例是平一般人搁加出20倍遐尼济，而且这有4成是难治型的病人。学者就发现讲，这难治型的患者，若是用低剂量的K他命，伫几点钟内就会当看到效果。 青少年自杀死亡比率为2014年每10万人有19.1人，去年提悬到16.2人。根据统计，郁卒病患者成功自杀死亡比率比一般的人悬20倍。郁卒病当中，还有3成到4成的患者是难治疗型的郁卒病。精神病院甲台北荣总透过实验证实，低剂量的 Ketamine 有法度快速达成抗郁卒的效果。所以这一次我们的研究是专门找 严重的在难治型的忧郁症的病人这些严重的病人有50% 以上打一针就50%就很好的效果。那还有部分的效果也是很有效果，但只要下降一些这个想法或是一些行为，那就有达到20到25%。医师讲，传统抗郁卒的药啊，需要连续吃3礼拜以上才通有效果。这段时间风险也是真悬。若是注低剂量的 Ketamine 几点钟以内就通抗郁卒，而且效果维持1礼拜到2礼拜，通伫传统药啊出现效果进前的这段时间帮助患者。 不过，要是有1/4左右的患者无明显的效果，医师表示，这个需要社会甲医疗团队的多元支持。当你有自杀念头出来的时候，其实这已经是很严重的忧郁症了。人是不会想自杀的，所以当我们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好像很想自杀，好像活不下去了，这种时候应该就要提早来跟身心科或精神科医师讨论。团队表示，因相关研究已经做13年左右，这摆研究成果也有发表伫国际期刊。因讲 Ketamine 是麻醉药剂，现主是以麻醉剂量的1/20来做研究，发现有效果，患者也袂见。但是团队也讲，因为国内法规这个治疗敢若会使伫研究的时使用，要伫门诊使用，搁要期待未来法规放量。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。